市人生活節奏急速，長時間工作、飲食唔定時，加埋高油鹽外賣同缺乏運動，容易令脂肪積聚，血液循環變差，令人長期疲倦，更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。其中膽固醇水平尤其關鍵。當壞膽固醇即 LDL 過高，會引致血管硬化、狹窄甚至阻塞，直接影響心臟功能。因此，要全面守護心血管健康，必須同時降低壞膽固醇，提升好膽固醇，即係 HDL， 並加強抗氧化保護。Acticare Plus Q10 Plus 納豆紅曲 Plus Q10 加強版，專為都市人心血管需要而設計，融合多種優質營養成分，透過3重協同步驟，全面支援心血管健康。第一步，預防血栓形成，降低壞膽固醇。第二步，促進好膽固醇，維持血管彈性同健康。第三步，強化抗氧化保護，抑制過氧化生成。其中一項核心成分納豆激酶 NK， 萃取自日本傳統健康食品納豆，由黃豆經特殊菌種發酵而成，含有天然血栓溶解酵素，能幫助溶解血栓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從根源支援心血管功能。同時配合紅曲，即係 Monacolin K。研究指出，紅曲發酵過程中產生嘅 Monacolin K 有助抑制膽固醇合成，協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，並提升高密度脂蛋白。我哋亦加入榮獲美國國際發明展銀牌嘅蘇巴喬麥種皮萃取，含有高濃度芸香金，能抑制人體內調節血壓嘅關鍵酵素。血管收縮素轉化酶 ACE 具有顯著抗氧化能力，有助調節血壓、穩定血糖，並促進高密度脂蛋白 HDL 嘅生成同吸收。此外，卵磷脂具有乳化及分解油脂嘅作用，能增進血液循環，改善血清脂質，清除過氧化物，同時幫助降低血液中嘅膽固醇及中性脂肪，減少脂肪喺血管內壁積聚，令膽固醇更易代謝，從而降低動脈粥狀硬化風險。再加埋輔酶 Q10，佢喺心臟中含量最豐富，係身體細胞產生能量嘅必要物質，能維持組織器官正常運作，並發揮抗氧化作用，保護心肌細胞免受自由基傷害。輔酶 Q10 亦都有助預防脂肪過氧化，進一步幫助預防心血管疾病，同時為皮膚提供抗氧化保護，減緩紫外線傷害同膠原蛋白流失。產品仲加入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嘅亞麻籽油，有助促進新陳代謝，維持正常生理機能，同時降低總膽固醇，幫助預防心血管疾病同高血壓。如果你屬於三高族群，經常愛善、缺乏運動，或者關注膽固醇健康， Acticare Plus Q10 Plus 就係你嘅理想選擇。每日2粒，建議晚餐後服用，效果更佳。健康係一項長遠投資，由今日開始用 Acticare Plus Q10 Plus 納豆紅曲 Plus Q10 加強版，為心血管注入動力，守住健康，輕鬆應對繁忙生活。